头山顶的台湾，即卖天气较干燥，爱小心火烛。嘉义市的友中路火烧厝，这规排拢是木造的基础啊，一间连一间，连9间总烧了了，加在人平安。火势非常大，火天幕拢烧烧去，规片拢全乌烟。火警发生的地点就伫嘉义市，这规排木造平厝啊，连栋建筑。消防人员赶紧转水抢救，赶时间走烧肉。下晡6点，住户拢出门去倒粪扫，一等来到厝发现火烧啊，赶紧通报消防局。看你叫我紧叫拍火车火烧厝安尼啊，我搁撞入去就袂有啊，就引导我倒过来这边啊。9间病厝啊，拢是木造的，好在火势伫2点钟内受到控制，无人员伤亡。整个木造联动大概都已经是40-50年的一个建筑，所以整个天花板是相连。那一起燃之后，非常快速的燃烧，而且有起浓烟。那么我们到达现场，就先将前2面先做包围式的控制。导火原因也阁需要调查，不过天气冷大扫，火灾随时发生的可能。使用电器甲火源的时阵，一定要注意，避免火烧毁掉家园。